继续来关心中部地区昨落大雨传出淹水的灾情，地表咧有几啊笪地下道是拢淹水的，甚至还佫有轿车掉伫咧内面。也若伫咧云林西螺是有规区的菜园拢浸伫咧水里，农民是赶紧用抽水机来抽水。另外，伫咧南投的信义乡是有水崩山，造成到95线无法度行，第61线上北171公里的所在也有货车冰车。 28个透早，苗栗县真侪所在大水河落甲变变叫，地处几若笪积水，其中地南镇宽市路一个地下道积水真严重。警方早起7点左右准备要封路的时阵，一只轿车反向免移枪掉伫水里，加载驾驶走出来。水淹了，突然间下太急淹掉，然后我们在封路的时候，那部车啊，就逆向进来，结果在那边淹到啊，就这样。现在就是人没有受困，对，只有车子受困而已。对。 苗栗县消防局讲，早起拢总有6件地下道积水，5件车路淹水。坎顶安康因为积水煞塞车，附近民众讲，因为这地势上低。常常是这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地势山比较低洼嘛，就是一个洼地。哦，类似雨下大一点就会积水这样子。对。云林县后壁和西螺早起嘛是同款出现大水河，其中西螺镇这块0.4甲大的菜园全部浸在水里，农民惊采暖去，紧出动抽水机。会烂的，太会烂。这样抽要抽多久？你要抽水机？看雨啊，你如果一直下就要抽很久啊，你不要再下，差不多1个小时就抽完了。 南投县信义乡往东部温泉的头95线，因为附近山区发生土石流，造成通路断站，等咧等公所来抢通。另外，彰化县线西乡第61线上北171公里处发生黑柜车家己弄着护栏并且的事故，幸运的驾驶是着轻伤，拒绝送医。警方后续会继续调查事故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